而家我哋示範下 Call 的司機 App 嘅註冊模式。首先點擊 Allow，然後輸入手機號，獲取驗證碼，勾選同意。收到短信後輸入驗證碼，勾選同意。選擇香港，勾選的士，加盟方式勾選大車加盟，勾選同意。點擊加入賺錢。註冊要求須知。點擊允許，使用你當前的位置，勾選同意。點擊加入車隊，點擊開始註冊。點擊上傳人像照。拍照後使用圖片。上傳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。拍照後使用圖片。輸入資料。點擊執照有效期，選擇長期有效。上傳駕駛執照正面同副頁。拍照後使用圖片。上傳的士駕駛員證正面。拍照後使用圖片。選擇證件有效期。上傳車輛登記文件。拍照後使用圖片。上傳車輛照片。拍照後使用圖片。填寫車輛信息。提交之後就等待平台審核啦。其他功能教學影片請留意我們 Facebook、IG、YouTube，Call 的幫緊你揾單。Thank you，多謝。